大家好，我係 Ian Tam， 係代表標準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咁我哋喺香港已經成立咗超過48年嘅歷史。我由細到大對防水呢一行都充滿住熱誠。我記得我10幾歲嗰陣時已經跟我爸爸去學習點樣去處理一啲大大小小嘅樓宇滲水問題。直到我喺英國大學畢業翻嚟啦，我一直都堅持住信念，堅持去學習最新嘅防水技術。加上我去咗唔同嘅國家去考察咗唔同嘅物料啦，個襟用性同可靠性。結合埋我哋公司嘅專業工藝，務求達至到最佳嘅防水效果。我哋公司採用一個高品質進口嘅物料，追求一個一勞永逸嘅長遠性價比方案。接近半世紀嘅專業防水經驗，成功咁處理過超過12萬單漏水工程，當中獲得唔少嘅大機構嘅信任同交付。近年我哋仲積極將呢啲多年嘅經驗帶入去家居防水工程。正因為我哋見過複雜嘅漏水問題，你嘅問題其實我哋團隊早已經有解決嘅方案，絕對可以快而準咁對症下藥，避免錯誤嘅施工同浪費時間，幫客戶省卻不必要嘅開支。所有大小嘅工程，由勘測、報價到施工，都係由我哋直屬嘅施工團隊負責。開會決定最佳嘅方案，指令清晰，確保工程嘅質量同工藝嘅標準統一。我哋公司唔係追求最平嘅價格去搶生意，反而係先了解客人同環境嘅需要，並向佢哋提出一個長遠嘅性價比高嘅方案。標準防水工程，滴水不漏，永無掛慮。